中国的微底局，也就是网络底局，这2、3年来是正清。为着要管制暴力、喊过也是有争议的剧情，中国是对6月开始加强管制。有台湾的学者就烦恼讲，咱这现代人是较无耐性去看迄较长的电视剧甲电影，这款成本低、回本紧的网络底局，可能嘛会去影响到台湾的影视产业。根本就是个没爹没妈的野种。中国这2、3年来真流行网络底剧，可能一集5分至10分钟，甚至有诶个愈短。真侪题材，亲像阿爸总裁，也是一间山、二家步、3间起大厝，这款节奏正紧，伫短短几集内，观众都通看到精彩诶内容。有愈来愈侪影视人才投入这个产业。根据中国数据平台评估，今年的市场产值可能会超过新台币2100亿。6月1号，就今年的6月1号，这个短剧新规之前。基本上就是每一个，他这个故事情节也特别夸张，特别无厘头、没道理的什么。你比如说，昨天还是个乞丐的，今天突然变成个亿万富翁了，给人一种虚幻的那种梦。不过，因为有一寡剧情上暴力喊告定引起争议，中国伫今年6月加强管制，要求要保证前要先通过审查。事实上，这中国网络电剧，台湾观众在TikTok、快手还是 YouTube 等等拢看得到。有学者就烦恼，这款电剧唔能互人看解条理，追求快速得到成功的剧情，嘛会互人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。这种短视频看这的时阵，伊的这种思考，因为你真紧就要得到答案，你中央无辩证。所以你所有的物件都是对甲唔对，唔是黑的就是白的，这种2元对立，你中央无对话，你直接就是冲撞啊。另外，学者嘛指出，这款网络电剧资本家拍片的时间短，无要追求有路的分镜、逻辑和情绪，随时对观众的反应来写剧本。对真侪投资者来讲，回本的速度更紧。学者嘛烦恼，这款的短片恐惊影响到台湾的影视发展。我1亿元，我可能可以投30支或者是50支，而且我回收期很短，不行的话马上止血。请问一下，你若是资本家，你要安怎投？咱当然是去投微短剧。学者表示，网络电剧也是影片，无论 TikTok、Shorts 还是 Reels， 针对会危害身心健康的内容，台湾政府拢应该积极和影音平台沟通，也是参考外国的管制措施，优先保护囡仔，避免网络环境和社群媒体的负面影响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